今日整呢個切瓜瑤柱泡，歡迎光臨 Super 廚房，請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。乾完柱掃粒，攞出嚟清洗乾淨之後，搵水浸佢一晚。將切瓜去皮、去頭去尾，跟住將切瓜切開一段段備用。攞嚿切瓜出嚟，用刀將切瓜界一個圓圈，慢慢界，小心界爛個切瓜。切瓜圓圈已經界好咗啦，咁我哋搵隻手一個切瓜心出嚟，跟住攞粒乾瑤柱放入去，咁樣就做完咗一粒未蒸嘅乾瑤柱切瓜泡啦。做完一個再做另外一個，都係用呢一個方法。影片睇到嚟呢度，麻煩你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，有你哋嘅支持就係我拍片嘅動力。話咁快，啲切瓜瑤柱泡已經整好晒啦，仲剩返一粒方瑤柱喺度，咁我哋搵手將佢搣碎，攞嚟做呢個芡汁。呢啲就係釀好晒嘅切瓜瑤柱泡啦。用保鮮紙包住啲切瓜，啲水滾咗啦。咁我哋放入切瓜瑤柱泡落去蒸，開大火蒸佢30分鐘。話咁快已經過咗30分鐘啦，咁樣我哋就打開個蓋，攞碟切瓜瑤柱泡出嚟，跟住用手搣去瑤柱泡嗰啲保鮮紙，將呢啲乾瑤柱汁煮滾，再倒入頭先蒸好嘅切瓜瑤柱泡汁，放落去一齊煮滾。再加入豉油芡汁，用鑊鏟將佢兜勻，將芡汁煮結，跟住就將佢淋上呢個切瓜瑤柱泡上面。一味十分惹味嘅切瓜瑤柱泡咁樣就完成咗啦。睇完片之後記得俾 like、分享同埋訂閱。我仲有大量嘅煮餸影片，可以登入下邊 info box 參觀。